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南投县政府伫民间设立的原民市集的据点原之役，每年的2月要落成启用，这个拜六要举办着启用进前的宣传活动。同天，南投县内亚运的运动明星会来到现场，为这个活动徛台义卖。结合南投原住民文化元素的原之夜商场市集，将伫明年2月份落成启用。县政府原民局专门用项目为主题来做宣传，结合我们原住民他的天分，就是运动、舞蹈、文化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，所以我们会当天会邀请了4位我们原住民运动明星。时到原住民运动名称郭晓松、甘家伟、赵正中移用达岛顶卖到现场拍卖因的运动用品。还有这些标价出去的所得呢，我们也会提供给我们偏乡原住民弱势的学生，做他们那个生活跟运动的一个基金啦。拜六早起，民间地区文化园区会正热热，县政府邀请乡亲来体验原住民的文化甲美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